对，你会吗？我不会这样子，我很好好跟你们说，你们需要这样做吗？平常没有啊，对，你看新人科比还这样抓。大家知道王浩宇到处跟大家讲要罢免我来啊，要罢免我来啊，过了第一阶段再说，好像是看衰小我们中立人，各位知道吗？好像中立人都没有办法把他怎么样，各位要罢免可以。我们从今天开始，今天我们不是来造反，我们也不是来跟警察朋友来做对立的。我们今天是告诉你，罢免王浩宇第一日开始生效，好不好？好！罢免王浩宇的粉丝社团上面有罢免的表格，大家下载以后赶快帮忙联署。第一阶段1%就过了，大家赶快上去联署。我们让他知道中立人不是他养的。中立人不归他管，中立人不是他的属下，对不对？对。今天开始第一天，王浩宇罢免，我们让他知道，我们不是玩假的。大家都说国民党很软弱，国民党很没种，我承认国民党太温太土，没有关系，我脱掉国民党的外衣，我跟大家一样是百姓，对不对？对。我跟大家一样很愤怒，对不对？对。我虽然住在桃园，我一样可以关心中立，对不对？对。今天开始，我们大家一起，我们让王浩宇知道中立人对他超不爽。大家一起加油，谢谢。我们在场不是没有中立人，刚刚我就碰到好几位中立区的市民朋友，对不对？中立人站出来，让王浩宇敢在网络上说呛虾，90%要罢免他的都不是中立人，那我们就让他看看中立人在哪里，好不好？从王浩宇呛虾的第一天，以及我们今天来抗议的第一天开始，从今天开始，罢免的行动就开始，拜托大家团结起来，不要让王浩宇看不起。上海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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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上海！我们让王浩宇道歉好不好？到时候到王浩宇道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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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浩宇。怎么样？好了，大家不要失焦。我们不要失焦，不会，为什么？不要失焦，不要失焦。警察不会怎么样。好了，进来，我们很讨厌他，大家要冷静，不要搞坏掉。不是，不要搞坏掉。不要搞坏掉，大家冷静，不要搞坏掉。下台，王浩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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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台，下台。好，最后再叫了，叫了吗？叫了。警察，警察，你看他们的做法，这到底是保护人还是怎么样？台湾居然管，居然管！
民意代表，真的泯灭人性，把我们高雄市的我们的敬爱的议长在脸书上发布以羞辱的字眼使得我们真的振奋不平，所以我才会从高雄上来向他讨回公道。今天如果我们不理性，丢的不是鸡蛋，有可能是更严重的东西。我跟各位讲，今天他的嘴巴就像大便那么臭，下一次我丢的可能就是大便。王浩宇，你身为一个民意代表，应该为民服务，不应该陷入政治的打手。今天我们一定要跟你耗到底，你不胜任，你应该要下台，好不好？好！罢免王浩宇！罢免王浩宇要拆农舍了，因为他后面是不是有民进党来当他的靠山？两套标准，没有是非。今天整个台湾的社会风气，就是因为没有是非，所以我们的议长才会羞愤坠楼。所以今天我是上来跟他讨个公道。竟然你王浩宇不敢出来面对，没有关系，我们来日方长，好不好？好，我们继续跟王浩宇抗争到底，好不好？好，罢免王浩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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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大家要团结一致一定要拆农舍拆农舍。是非没有公平，没有正义所有的媒体，还有校园以及我们的司法都被他们种种的买去了，所以我们连最后一道防线司法都没有。那我们活在台湾，还有没有什么真理存在、公理存在？那为我们的下一代真的感到担忧，所以我们一定要走上街头抗争到底，好不好？好！今天只是个开始，我相信后面还会有很长的路，需要我们一起团结在一起，好不好？好！结果一投就投到王浩宇的招牌上面，实在是。你讲一下。你讲的这我爱，不是我要甲你，不是要甲船长闹去。阿红心肝内的愤怒，是。我们大家都一样愤怒，没有不一样，大家心拢同款。我的议长已经无伫的这个人有才调要个议。各位全国百姓看看，这就是我们桃园6都第1名这个郑文灿。对于违法农舍的放纵，没有开罚，所有的人，大家一人一信写给市政府信箱，每一个人，我们向监察院检举，让监察院检举桃园市政府的怠惰，让监察院来弹劾郑文灿，好不好？好。我们行军过来的行军过来的。报告学长，我们行军过来的。建德哥刚刚我们这边还有掌声，有没有感动？我行军呢，我带了多少大。